因来看这个消息，敢是想要省这个停车费？有乡亲反映讲啊，伫庙咧通宵一间连锁美妆店的门口，人店面有设这个收费停车格，要么无人伫停，颠倒是停伫这个车格边的红砖仔道。未少人认为讲，这红砖仔道应该是人行道，袂当停车。要么有人讲，通宵这款偏僻的所在，停车的付钱真正是咧滚耍笑。要么电工所讲，人行道会画红线，并且广告禁止停车。庙里通宵店这间连锁美妆店门口设一排厝的停车格，营业时间所拢无车停伫遐，车全部拢停伫停车格边的红砖仔道，甲停车场的出入口挡掉咧。有不少民众经过，感觉安尼停车敢若怪怪。我是觉得是有点奇怪，这是人行道。对，想说方便就好。有民众甲安尼停车方式铺上网，不少人批评买停车格车主是无想要纳停车费。想袂到所有人讲，伫通宵这种偏乡地区，停车纳钱真正是笑话。这是一个你倒伫涂骹烂5分钟拢袂有车甲你弄着的庄卡所在。阁有人讲要停入去真困难，阁加一个路障，但是伊嘛无爱停。找 Google 地图，发现过去道路两边要无红砖仔道的时，驾驶就惯势甲车停伫路边；铺设红砖仔道了后，驾驶共款甲车停伫红砖仔道。实际去问警察局，警方讲，因为红砖仔道也未公告做人行道，所以无法度对停伫遐的车辆开单。电公所嘛讲要找相关单位会勘。我们是查出来它的应该说它的土地使用分区是道路用地，那道路其实是供车行使用，那画设红砖的部分我们是供人行道通行使用，那应该是不属停车格的一个使用啦。公所讲，若是确定红砖仔道是人行道，就会加强标线，还有立告示牌禁止停车。另外，美妆店设置私人收费停车场，公所嘛去了解，敢有向政府申请合法使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